类新人的户外实景节目，搭设都会带大家行入大自然去冒险。有的任务做得自家完成，不过有的比赛就会来同朋友合作了。有的成员是用嘅拖出来嘅呢。对全台湾8个位报名的影音作品当中，托嘅48零一位者，经过激烈的评审过程，结局选出来胜利的同学。做乜嘅爱按到欧洲48点钟呢？欧洲就系清亮狗，上爱本大家放肆嘅狗。48点钟就系爱离开屋企2日。第二当中经过比赛，乡村一般的同学又好留下来参加下2度嘅表演。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係大自然5個主要元素，但是我也都會聽到成員慢慢去了，接受各種挑戰，向下去集群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歐洲48點鐘，48點鐘嘅任務已經完成一半，以下嘅人數嘅積分前6名係古志明、吳彥權、施年雲、古憲發、陳振生、何小燕。今日愛進行團體賽，聽定來半組了。我也到啲籃內斗度抗嘅2種無強勢嘅球位，也下愛搶第二度去搶球位，搶到強勢嘅球位就換到強組。球我沒有看我在哪兒呢？球1-8，有些人覺得很臭，可是我覺得很不臭。我找到了，還能給我，不是還有顆？球棍，我是一邊踩一邊摸，然後它就浮上來了。這裡，都在哪？還在尋找中。找很辛苦了，然後那個腳踩到陰影就去挖就對了。被人家丟也很痛，然後腳踩的時候還會陷下去。本組後咧，一下就停定來開始今半日嘅任務。第二式棒棒嘅中拿度後，有3個任務要完成，咪就係要有到腦背生存嘅3項基本能力。一咧係要潛水咧，要揭水來潛；一咧係潛水室，韓國要先同佢講呢個。第3個要記住嘅來裝東西，也到任務無先後順序，請腳做好嘅結嘴得10分。看晚呢就搶得5分了。兩嘴去到色棒棒嘅中拿度後，開始潛任務排了。這是什麼任務卡？任務卡。選一個竹子，輪流去開。藍水已經開始記住嘅，黃水當地嘅潛能嘅一項任務。我找別的任務卡。我去哪去？他沒有任務卡。我去前面找了。黃隊的快，其他2個男生嘞。你用反了，這樣子可以嗎？這樣子，你跟昨天爸爸一樣就好了。對，跟昨天爸爸。加油！你能多快就多，好不好？拜託。好了，不要給他壓力。加油！可以幫他嗎？越快越好哦。我來幫你，可以把玉米拿下來。往下踩就好，主案要熱心的教師研訓，還記得前1日，佢揭書揭到猛嘅辛苦，張揭上一模，真經係出最較簡單啊！我覺得還是幫他這樣子的話，會變更複雜。加油！快點，等一下你上去，你先抓矮的比賽，再去拿。都是罐頭哎。再過來看藍水記住係幾多樣嘅嘢，也就愛到中拿項潛合適嘅做嘅，但係人愛記一節做講下來裝水，做嘅拿來裝東西一定沾一定天然。
不过用机的爱生意哦。再3个。机做的家下有一定的角度，做的爱徛好些来，将较好出力。韩国爱注意到天朝爱用木头将脏一点东西。有啊，这个要，我们这边去好了。等一下，看一下，等一下。什么器具啊？这是一个器。对呀。这个。古之民会先教大家爱用的本有木头的蔬菜，好些人咪唔爱染，一发现冇木头就停定去前劈咧。算了，给他们可以。好，这个好了，六个了。我们有几个可以装很多。再过来看王翠，4年前开得当好，许多作业也係上空要結束嘅當重要。出題做得3塊野醋，從茶路家下未做得開到高高，看那附近嘅環境。加油加油！我要吃大力点。要把钩环勾在你的腰带上面。再高一点，再推往上推。把钩环整个拿下来，那不要，只要解开就。勾在你的腰带上面，拿好，勾在你的腰带上。好，王翠已經拿到食材料，也得要去做下年嘅任務。快点！我要15分钟就拿到那些东西。好，我们去第一关 ，Go Go Go！也是節藍翠已經潛到一個水面，開始潛東西來過濾水耶。還記得按用嘅來過濾水嗎？前一日教練有教哦。我们的地下水就是比较干净，就是一层一层的土壤，一层一层的沙子，一层一层的石头，让它变得干净哈。还有这个，不要一个不要太多。好，直接挖土吗？你那边还要再刷一个吗？下面网子啊，更快的方法。够，那我够，你们拿走，哎，我要用这个装，不是这个拿起来，先丢掉啦。然后你先装过来，这先平装。这个小心都会。喂，哎有没有什么？小心，然后干净，土会比较干净。同志，要不要往脏水啊？来，倒，不要倒出来啊！先这样，有干净吗？好的，干净，继续倒。其实里面都是水。牺牲你，等一下我们来帮你弄干。你们看一下总共多少？我可以丢一个，不要把布打，不要那么凶。贴低一点。王翠要潛到一搭中啦，愛開司機做嘅種東西。頭前2項任務都做了1號，不過4年前同老遠鎮因為冇注意到要做嘅木頭，用嘅機沒機唔彈。来这里帮忙去。我们在爬了。好，快点，继续第3关，快点走吧，不要那么急嘛。第3关。也是節藍翠未發現到數位紅嘅食材，也得派出吳音權，咪係前一日睇到親家嘅其中一個小阿妹耶。今天呢，就是要去森林里面打獵，去找自己要吃的东西。然后我就今天是负责攀树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是选比较高的那棵，结果绳子在上面就转了很多个圈，要转回来，所以我就在一些很高，就快到那个树顶，对啊，然后在那里转，然后就觉得超恐怖的，因为就从外面看到整个，然后往下看，好高哦。好快啊！到了，然后3关就完成。好，你就只管10路，你就只管10路。藍翠咩順勢拿到食材耶，黃翠寒凍凍啲嘅邊愛完成溺水任務。小我的水，可恶，解体行动。还有最高的，手要滑过去。请在15分钟内滤水。所以我们要去那边滤水，快点，在15分钟内滤水。我去吧。蕨类。我刚刚有找到蕨类的，小姐蕨类。真的，干净的水，太干净了。你看，好感动。
大家都知道自家浸到1号的水年，不过走来走去打上太多时间，青米王翠抢过哩出1400cc 的水。没关系，倒进去了。反正煮一煮就 OK 了。对，拿去。拿去装嘞。总算3个任务都做好诶，大家爱夹夹准出发的蔬菜，蓝水完成3个任务。总共花费31分20秒。很厉害，还没。2、1。妈妈，也不错，大家喝3口。王水没整落嘞，夹到总共用体41分30秒。目前王水暂时输赢，下年任务有可能赢到真来么呢？都是棒棒的山拿杜康，该做的事做好嘞。前度的事咧，没准备水桶足讲，一下我来安排安布亚爱水母的蔬菜了。我东西都过不去了。你要自己选，下去看一下快。那边吧。来快！根本安布就爱啲强州盐水哦，故说大家爱啲搭帐篷、起火、做东西。一下来分享一下，初半日教练教大家形容的来搭帐篷。请先拿出所有东西，先从内部的个梁摊开来，再等留帐篷的骨嘞，一节一节的绑出，以穿入帐篷的4只骨头的扣环度空。大家爱向下合作，同佢撑起来，将内部一梁固定好诶，hand同骨嘞未扎好些嘢，脑背再个一层棚嘅落去，来好只骨，前后用45度角留帐篷嘅档诶，挡到天内空，hand同索嘅搭好，安尼帐篷就固定好了。拍小灯好了没有？黄色准备好了没有？到3就开始了，1、2、3，开始。我拿这个，我不能用这个，你用另一个。外站有没有？外站。下面给你老板。好，大家都好个搭帐篷诶，一下就来看哪一组搭来又强又足够，还个不败又有创意哦。上面的是内脏。一组有2个帐篷，前脚搭好些得10分，下慢的得5分。另外，仲加会看搭的帐篷不摆到有创意么来加分数。然后我们的出口，现在它的出口不要这样往这边，等一下风往这里，对，摊开来这边吧，这样先找中心点。好了，有一组已经弄好了内脏喽。要两个印度一起绑起来，扣。哎，去弄。哎，那边绑起来了，这边也绑起来了。好了没？今天有地方睡。门是在这吗？对，错边了。门对了，对边吧。对啦，够。门在这，这里有一个门。前后是门，那边是门，那边是门。过去那边。哎，要被推倒了。哇，看起来大家都经常都懂顺序哦，冇唔错，今日来同帐篷搭好些来，俺不要当做得好好了。哦，要主动抢读都困难呢。我好。你在干嘛？不是。我还有那边美，他是这样的。因为他以前可能就是想说习惯一个人自己人横冲直撞，可是你去参加节目之后，他会有团队性，这样才会有参与感。他会去慢慢的去觉得说，我是要为团队做事情，不是说逞英雄这样。所以我是觉得说，他去参加节目之后有改变，有成长。哦，有妈妈讲，佢就会按哟，唔过高铁就好诶。佢下摆没意外到上市的有动点，大家可能冇想到，佢还对咖啡懂了解呢。这是我种的咖啡树，1个礼拜帮它浇水1、2次。
我们现在要泡咖啡，耶！经常我们喝到的都有3种：阿拉比卡、跟罗布斯达，还有赖比瑞亚。阿拉比卡是属于火山灰地形的，然后像我们学校那里种植的就是那个阿拉比卡。所以台湾咖啡都是大概阿拉比卡种。大部分是。太涩了，水下太少了。欧洲48点钟。让我们翻掉了。好啊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拍你。哎，你们这样树怎么办？要不换边好不好？你换过来一点点。你们要去哪个位置？我们的行李就是要放这里。遇到問題要交通過後，總算是兩帳篷都搭好誒。大家都自家搭嘅帳篷度好，享受鄉下村里嘅生活，真勁很暢快哦。超好玩的，好有成就感，好不容易搭完了。我搭过好几次，可是这次最有成就感，因为平常我都是在旁边看的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搭的帐篷。然后我们有地垫，是因为就是把风车换掉，把风车，因为有人没有风车，然后我们换掉，然后就他们就是地垫。你看到没有？它地垫弄到那么大，而且更特别的是，它的那个风车，他觉得它风车不是好看，但是不好用，所以他就跟人家换了地垫。好，你们吊灯把它吊起来就对了。好，做很好。放在门口。这个是装饰用的风车，也许也可以拿来当电风扇吧。然后也有可能有一排人站在那边说欢迎光临。也擺搭帳篷，藍水搭到比黃水較假，不過創意分數依像係黃水較好哦。算來兩水各得幾多分啊？大家嘅帳篷都搭到蒙蒙嘅，我準備來煮食了。各組均可用早晨高啲嘅水來煮食，先煮熟和先食體係會吹5得10分。能一吹5分，不過像以前18cc 水嘅風吹，佢也得做得順勢完成任務嘛。不要這樣被水，我們水就這樣子而已。風太大了，不是風的關係，是你的關係。你點完之後不要已經還沒有剪到，你可以洗掉。好，不要罵了，不要罵了，現在是做事為重要，不是罵人為重要。滅火柴了嗎？啊，對，就這個。哎，風，火總算起炒嘅，開始煮水了。放柴啊！当然才啊。丢了還是沒有？没關係，丟是哦，丟面熱就。現在那個水滾，又不是現在丟面，水又還沒煮滾，然後先把水煮滾才丟面。等下還要再下去。好100，什麼這樣而已？還要你反正就是理論湯，有聽過在家。好，這個嗎？藍水一晒一激啲嘅討論，你也得為廚師用眼刀呢。也下來看下黃水做到樣嘅嘢。黃水係由羅元珍負責開鍋產，雖然水唔辣，不過羅元珍還係帶領大家煮好一鍋好食嘅麵，記得先完成煮食嘅任務哦。番茄，好好吃哦。今天自己煮的東西也很好吃。因為我們把自己的成就吃掉了，然後今天第一次睡帳篷，覺得超興奮的。看來大家都做得啲腦袋先順呢，也下來輕鬆一下。希望大家攏會使平安快樂耍遊戲。喺台詞演當中，大家放聲嘅教，放聲嘅聽咯。也親呢，
好入帐篷度烘，好好睡梦了。48點鐘就會結束嘅，存到清明節嘅任務，大家要面對嘅很樣嘅挑戰咯。上一集，當上人就順勢完成吹功嘅考驗。下擺我帶大家來到真正嘅河巴啦，行愛目做名燈。有吸的声音啊！哇，一個啊！雖然冇啱啱打開來嘅動風景，有人看到陳老會動驚，不過其實當上人都興嘟嘟嘅唔會驚哦。我還沒有想好我要幹嘛，結果就到終點。當上人都順勢完成一個動作，太人唔敢搞，到河巴落空吹功，韓國都得到5分。對台灣各地來嘅12嘅同學，經過48點鐘嘅戶外挑戰，上來由哪6個組得留下來，爭取韓較高嘅積分咯。生氣了，因為我不能把照片拿給他看的。太棒了！我有上啊。有啊。他上面打過怎麼回事？我自己不知道哎。可能就是搭帐篷的那個時候一陣子風的吧，嚇死人！那裡有點不快，叫他們盡量團結一點。是我第一次搭帳篷，第一次睡帳篷。上的話是這樣，沒上是這樣。鬆了一口氣，外白好緊張啊！的確，男生你們要小心一點，我一定要贏過男生。恭喜古志明、吳彥權、施延群、朱憲發、陳振生、何小燕。下禮拜2月談見了。最後